想着迄阵，阮有一摆吼，伫台南，伊诶故乡啊吼，阮去做通告，去上电台。阮迄阵爱上电台，爱先去遐困一暝，安尼继续走行程安尼。啊去遐上电台，啊伫旅馆，无讲毋是大饭店，是旅馆吼。啊，阮两个去，结果隔工下早仔，差不多7点，敲电话、攞电话，5百，咱来食牛肉汤。我阵还咧困，我惊我动作较慢啦吼，较衰。我头毛爱吹嘛吼，较长。啊，落去已经要到8点啊，迄阵我看因爸爸坐伫下边仔咧等我。因爸爸含伊两个人伫遐等我要食牛肉汤。我落去8点啊，牛肉汤关起来啊。我有够歹势，哇，有啥歹势？你若要招我食牛肉汤吼，你头一工先讲，我订头前啊，毋免你那么等。你安尼吼，我足歹势。因爸爸拢来啊，我即件代志，我到即马还个印象足深的啦。若想着约是就想着迄天会知影是伊含因爸爸坐伫迄个客厅的碰椅头看我，你哪会即马才落来？牛肉汤已经关啊。